你死哦，要死吼，嘛要等到恁做我到位才死啦。高先生，你啥啊？我先回的啦，拄则吼接你的电话啦。你啥莫甲我管啊？有啥物话吼，咱落来才搁讲啦。我就是无路用，想要做公务员，考到5等啊嘛拢落地，读到硕士遮尔悬啊，嘛敢会当食白苦母，连朋友人看拢无啦。听迄嘛共款，所有人拢放弃我啊，我死死好啊！查甫查某的拢会使哦。安尼听起来，我真欣赏你呢。你是咧兴盛啥啦？啊，你讲你读到硕士啊，我和大学都无毕业呢。啊，我6岁的时阵，阮母啊就甲我放杀啦。大汉了后，就开始趁钱饲家己啊呢。啊，你还阁有朋友肯看你无？袂歹啊啦。平常时吼，上接甲我讲话，敢若线顶见面的朋友尔。啊，毋过阮都毋捌见过面咧。啊，阁有住阮楼骹的啦，一个见面吼，就是替厝主伫咧收厝税啦。啊，你拄则，敢是阁有讲到阮头家哈？嘿，我甲你讲啦，我上痛苦的人就是伊啦。伊吼看起来有一个人扮，其实吼是食人狗狗的拗头家啦，奸商无力的家风啦。我才当下入公司尔呢，就去互伊折磨 PUA 啦。PUA？你敢真正想要死啊？啊无，咱做破条落啦，为着吼，咱拢去互这个世界放杀啦啦！来啦，来啦，加入做伙呢！放开我啊！这无甲你这款女人走，我耍我！逐摆放蹦咱咧要死要我，啊，我着互人请的，你可要安尼甲我刁？讲啊！有话讲线跳落去较袂有遗憾。像我这么动狂的人哦，根本就无应该活伫世界上。我咧，也伊只是浪费社会资源啊。我咧浪费资源，死了还要互摒扫的欧巴桑加麻烦。你真搞吗你？你是在讲啥啦？爸，你嘛要甲我教死？对，我就是要甲你教死。今仔日你若无想要活，我嘛袂甲你斗。不过有一件代志，我希望你答应我。莫用跳的，用别款方式去死。啊，若无你就无法度关器官，伤过无彩。哦，你真是吵到底水了！我要报警察哦，关西龙人自杀啦！心买啦！疼啦！为何？你较细力的啦。我足细力的。哦，哪有你啦？莫叮当啊啦，吼！有啦，你莫遐大声啦。哦，你药啊拢过期啊，后摆再新的过来互你。好啊，我明仔载有闲。迄巷仔口黑白册的店头家哦，顶摆佫甲我问讲是安怎，遮尔久拢无看到你。明仔载使，我搁去村看卖，看有啥物物件歹去，做一摆处理。幺八叉，你头拄仔根本就袂要跳哦。歹势啦。图我一个人在搞操烦着，做即款头路吼，真正是写即句歹命啦，搁会来骗你即款老硬哩。我感觉我较亲像等伫路边的婴仔。你搁有话要应了3年前落地时，
应该是我上绝望的事。迄当时，我真正有想要死的心。我希望真正有一个人会当挂意着我，有一个人会当听我讲话，甲我讲失败嘛袂要紧。真可惜，我感觉我等袂到啊。寇主任，听讲人的名是一种咒语。我掠准讲，全世界已经拢放杀我啦！听警察喊我的名，甲我掠着。所以即马我心情若是无好，失落的时，我就想要找伊开讲，讲心事。听起来较像我去互你撞着。这真正会用个拍做一出 BL 剧呢，足甘心的。你是毋是该开始运动啊？你哪咧问啊？我看吼，你大箍啊，肥偌济？3公斤、5公斤。我有正常咧食来饭。来，你要创哪？来，你徛起，我看卖。我真正有正常咧食你饭。徛起，我看卖，紧嘞，紧嘞，紧嘞。啊好啦好啦，你莫有啦。你看，哪有？上少3公斤，爱开始运动啊！哦，是你足久无来啊，好无？